千祈唔好急住撈底 SpaceX 250億嘅大空頭搞殺，1090億嘅解禁訂貨先啱啱開始。SpaceX 黃金入場位係幾時嚟？最近大家一直喺度碌手機，有冇睇到一類片瘋狂喺度洗腦呢？標題清一色咁寫住 Elon Musk 神話破滅 ，SpaceX 慘遭跌穿胡椒股價，散戶做晒韭菜，又或者係另一派瘋狂咁叫出千載難逢 ，SpaceX 跌穿招股價啦，準備撈底發達啦！配埋呢啲好誇張啊、好瘋狂嘅 BGM， 講到好似聽日就 Elon Musk 要破產啦，又或者係你今日唔撈底，就可能會錯過下一次買中騰訊、蘋果嘅機會。而呢一切嘅起點，其實只係得一件事：史上最大規模嘅 IPO SpaceX 上市唔夠1個月就跌穿咗招股價。而同一件事，市場出現兩把完全相反嘅聲音，到底係航天泡沫爆破啊，定係執錢嘅黃金坑出現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ustin。今日我就會帶大家睇出面嗰啲片，絕對唔會話俾你知嘅真相。睇到最後，你就會發現嗰班麻木叫你撈底或者嗌 Elon Musk 要玩完嘅 KOL 到底係幾荒謬。講明立場先嚇，我絕對唔係睇淡 SpaceX 嘅長遠未來，但我絕對唔會喺呢一刻畫一個冇腦撈底嘅大餅。好多嗌住要撈底嘅人根本唔知道，華爾街而家喺 SpaceX 身上嘅淡倉高達250億美元，佔咗成個可流通盤嘅29%。而接落嚟嘅幾個月，市場將會迎來高達1090億美元，規模係 IPO 發行量9倍嘅解禁海嘯。嗰啲嗌到拆天啦，但係佢哋分分鐘連接落嚟解禁日曆都未睇過，就係咁荒謬。係講幾時可以撈底之前，我哋會先搞清楚一件事：SpaceX 點解會跌穿招股價？股價插水到底係邊個喺度掟貨？有人話跌穿招股價係因為企業嘅業績唔掂，或者係估值太高。呢句說話我覺得啱咗一半嘅啫。今日 SpaceX 嘅 PS 確實高達90倍，呢個係事實。但我想補充一句啊，估值同業績係長期嘅結果，而喺短期內股價嘅生死完全係由籌碼供求同華爾街規則決定嘅。嗰啲同你講基本面冇變就可以冇腦買嘅人，根本就唔明華爾街係點樣利用解禁規則喺個股市裏邊割韭菜。跌穿招股價唔係因為 Elon Musk 嘅火箭飛唔上天，而係因為一場一早就寫喺日曆上嘅籌碼解禁期。但係如果你去問嗰啲財經 KOL，SpaceX 最近點解跌得咁慘呢？佢哋十有八九都會攞幅圖出嚟，亦即係最近發生嘅事。首先係7月16號，Starship 喺最後一秒發動機點火失敗，終止發射。緊接住係7月20號，獵鷹9號嘅 Starlink 任務，亦都係罕見咁樣觸發咗緊急終止。佢哋會同你講：你睇下，火箭出事啦 ，Starlink 受挫，所以市場恐慌咯。呢句話係咪聽落去好合理呢？出咗利淡消息，所以股票跌，啱唔啱？但我要話俾你知嘅係，呢個只係表面現象，甚至係華爾街最想你睇到嘅表象。你諗深一層，一間市值1.500萬億美元嘅太空巨無霸，擁有全球絕對壟斷嘅發射能力，會因為一次測試發射終止，就喺短短幾個星期內蒸發幾千億美元嘅市值咩？根本冇可能啦！火箭點火失敗只係情緒嘅導火線，而真正令到 SpaceX 股價繼續下跌嘅係以下3個幕後黑手。第一個黑手，高處不勝寒嘅市夢率。我哋先睇下 SpaceX 盤數啊！大家都知道 Starlink 好賺錢啦，個個都喺度講 AI 算力中心需要 SpaceX 嘅能源支持，但好多人冇睇財報啊。SpaceX 而家嘅 PS 高達驚人嘅90倍，而且今年嘅第一季度公司整體淨虧損接近43億美元。作為對比啊，當年嘅 Meta 上市暴跌到低谷嘅時候 ，PS 只係得10倍。咁90倍係咩概念呢？意味住而家嘅股價已經提早透支咗 SpaceX 未來可能成100年嘅收入。當夢想標住90倍嘅價錢，只要有少少嘅風吹草動，好似716咁樣嘅發射終止，就會發生人踩人嘅慘劇。第二個黑手，量化機械人同大鱷嘅淡倉，但散戶嘅人踩人仲未足以令到股價跌穿 IPO 嘅招股價。真正嘅屠夫係自動化程序同做空機構。目前 SpaceX 有高達250億美元嘅淡倉壓住，佔咗成個可交易流通盤嘅29%。咁呢個係咩概念？呢個係美股歷史上俾做空得最勁嘅美股沒有之一。更得人驚嘅係，華爾街嘅趨勢跟蹤量化基金係冇感情嘅。當 SpaceX 股價跌穿135嘅 IPO 價時，又會跌穿50日嘅均線時，呢啲機械人會睇到啲咩？佢哋睇到嘅只有2個字：沽貨。佢哋唔理 Elon Musk 嘅火星夢，亦都唔睇財報嘅電話會議，只要跌穿，程式就會自動做空。
沽盤會惹來更多嘅沽盤，咁就會夾硬形成咗一條自我強化嘅下跌通道。第三個黑手，亦都係最致命嘅一個荒謬嘅籌碼供求同解禁規則。前面兩把刀，頂多咪叫落井下石啦。真正判咗 SpaceX 短期死刑嘅係華爾街設計好嘅籌碼遊戲。好多人唔知啊 ，SpaceX 喺 IPO 嘅時候只有唔夠5% 嘅股票喺市場上面流通，咁剩低嗰95%全部鎖死晒喎。就好似你喺沙漠裏邊賣水，得一小樽水，但有1萬個人搶，呢種人為刻意製造嘅極度稀缺，夾硬將股價炒到上225蚊。但而家呢，沙漠要開始落暴雨啦。由8月6號開始，即係財報公佈後嘅第2日。SpaceX 將會迎來金融史上最大規模嘅解禁海嘯，高達1090億美元嘅股票將會被釋放出嚟。仲未完啦，由8月到12月就好似俄羅斯輪盤咁樣，每隔幾個星期就會有幾億掟落市場。去到12月，總共會有53億股走出嚟，呢個係當初 IPO 發行量嘅9倍。你細細咁諗啊，嗰啲拎咗10幾20年嘅早期風投基金，佢哋嘅成本只係幾蚊甚至幾毫子。而家就算股價跌到一嚿水，跌到60蚊，對佢哋嚟講依然係人類歷史上最誇張嘅幾十倍暴利。佢哋唔需要同 Elon Musk 講未來，佢哋只需要將帳面嘅數字變成咗真金白銀還俾 LP。一個市場上面，如果接住落嚟幾個月裏面，周圍都係心急想套現離場嘅賣家，買家又寥寥可數喎，咁結果就只有一個價格雪崩。咁大家明唔明？7月16號嘅火箭發射失敗，不過係華爾街借題發揮嘅故事，而真正主導價格嘅唔係火箭嘅技術，而係籌碼嘅所有權同解禁規則。嗰啲 KOL 日日嗌基本面冇爛嘅，快啲留底，但佢哋永遠唔會話俾你知，接住落嚟嘅5個月，你要面對嘅係9倍於而家嘅龐大拋壓。咁喺華爾街嘅規則面前，千祈唔好用信仰去接飛刀啊！呢場雪崩絕對唔係意外，而係一早寫喺日曆上嘅供求危機。接落嚟，我會將好多 KOL 連睇都未睇過嘅解禁日曆直接攤開俾大家睇。8月4號 Elon Musk 好有可能又喺電話會議上面畫大餅，大家要小心啦！呢啲往往係引人做多嘅煙幕。8月6號，第一道水閘正式拉開，內部人士20%嘅持股瞬間解禁，規模係 IPO 發行量嘅1.45倍。8月尾至10月，每隔幾個禮拜就放7%嘅籌碼出嚟，連續5波訂貨，就係想將撈底嘅散戶一次又一次咁綁喺半山腰。到咗11月初 Q3 財報之後，一次過釋放28%嘅籌碼，呢個係全年最大嘅一筆新增供應。12月9號。早期可以解鎖嘅籌碼全部自由流動，補充個細節俾大家。Elon Musk 嗰42%嘅股權係鎖死到2027年嘅6月，所以瘋狂訂貨砸盤嘅唔係 Elon Musk，而係成本只係得幾蚊嘅風投機構同埋啲早期員工。有人會話：咁我等到12月解禁後先買，咪得咯？如果你係咁諗，你就會踩入咗另一個陷阱啦。華爾街最叻做嘅就係趁住全世界都等緊壞消息嗰陣，提早將籌碼洗乾洗淨。俾個歷史案例俾大家：2012年嘅 Meta 喺 Meta 上市之後，一樣係因為解禁暴跌咗50%，全網都嗌住話佢要執笠啦。但真相係 Meta 嘅股價啱啱好係喺最大解禁包跌落嗰個禮拜就見底啦。當利淡消息俾市場提前price先，解禁嗰日股價唔單止冇冧多，仲反而開啟咗長達10年嘅10倍大牛市。咁而家睇係咪好合理呢？照版煮碗搬 Meta 嘅經驗落去，咪住呢度有一個非常致命嘅分別。當年 Meta 見底嗰陣呢 PS 已經跌到10倍左右嘅合理區間，而而家嘅 SpaceX 就算跌到落120蚊。PS 依然係高達90倍，唔睇估值基本面，淨係睇歷史，嗰啲叫刻舟求劍。咁拋售海嘯落嚟 ，SpaceX 真正嘅黃金刻又喺邊度呢？我哋到底幾時可以真金白銀試呢？今日我唔同大家吹水講感覺，我哋直接睇數據。我哋擺2種唔同嘅分析模型喺台面。第一種機構合理估值 ，Morningstar 測算過 SpaceX 嘅核心業務計出嚟嘅合理估值大約係60美金每股。第二，2萬次嘅量化模擬，蒙地卡羅模擬，扣埋財報波幅、解禁賣壓、淡倉拋售，我哋 run 咗2萬次得出嚟嘅中位數低點，同樣落喺60美金。當基本面嘅估值模型同籌碼面嘅供應模型都喺60呢個數字完全重疊，華爾街嘅底牌其實就已經露咗出嚟啦。所以我嘅結論係，
60到70蚊係呢個最核心嘅價值區間。如果市場出現極其恐慌嘅超賣，甚至有可能短線會跌到落去40到50蚊。而呢個就係華爾街送俾大家嘅大禮包。咁知道咗價錢啦，幾時可以出手呢？結合解禁日曆，鎖定2個窗口。窗口一，11月初會迎嚟最大嘅單日解禁潮。量化模型顯示，最有可能築底嘅時間，正係11月嘅頭2個星期。消化完呢筆最大嘅賣盤，利淡出盡，就係第一批分批進場嘅好時機。窗口2，12月9號喺180日嘅鎖定期終局，最後一波洗盤結束，整個月嘅排毒期正式告一段落啦。想喺呢場巨浪入面生存落嚟，同埋攞到結果呢，就要謹記呢3條鐵律。第一，堅決只買現貨，分批金字塔建築，千祈唔好一口氣 all in啊！更加絕對唔好開孖展，喺60到70蚊入第一波現貨，跌穿50蚊再分批加碼啦。用純現貨鎖住低價籌碼，你就可以無視短期嘅盤面震盪。第二，提防死貓反彈同誘多陷阱。目前淡倉嘅比例高達29%，下跌途中隨時會因為空頭平倉而出現劇烈嘅反彈，千祈唔好見咗就追啊！真正嘅底部往往係陰跌沉寂裏面磨出嚟嘅。第三，切忌盲目做空啊！做時間嘅朋友唔好試圖借股做空 Elon Musk 嘅公司。華爾街有太多嘅聰明人，因為做空 Elon Musk 爆倉破產。我哋唔賭佢短期崩盤，只係耐心等待籌碼，將高質量嘅資產送到折扣區。股市最滑稽嘅事，莫過於喺225蚊嘅高位，因為信仰而追高，卻喺60蚊黃金坑嘅時候，因為恐慌而敢出手。華爾街用咗5%嘅極低流通盤製造咗急，又用95%嘅解禁海嘯製造暴跌恐慌。遊戲規則係佢哋定嘅，但你只要搞清楚背後嘅籌碼邏輯，唔盲目追高，耐心等待10月到12月50到70蚊估值嘅區間，拎好你嘅純現貨籌碼，你就可以從容咁樣同機構演完呢場資本大戲。紙面上嘅規則會變，華爾街嘅數字會呃人，但你喺合理價格買到嘅優質資產，時間最終會俾你答案。我係 Austin，睇懂籌碼，管住雙手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